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來到迎趣半島，一齊睇下呢間屋水電初期現場對接嘅全過程。首先嚟到廚房區域，水電定位最緊要嘅第一步就係提前確認晒所有電器同位點，插座燈位全部要一次規劃到位。呢位業主廚房電器比較齊全，有雪櫃、蒸焗爐、淨水器連熱水機，電器愈多，前期定位愈要精準，避免後期改位返工累晒麻煩同時間。現場師傅都正同業主逐點細心對接，跟住嚟到客廳呢度主要規劃餐邊舉插座、電視牆插座以及全屋燈掣位局。我哋今次設計將大部分燈具開關集中擺喺入走廊位置，日常出入開關燈會更加就手方便。再嚟浴室區域，業主需要同時放置洗衣機、乾衣機，再加埋浴霸呢類大功率電器同浴室設備。所有電路插座一定要喺水電階段一次留好，一步到位，唔使後期補救。最後係睡房空間，主要規劃全屋燈位、日常插座，重點做好床頭開關同插座位，同時都會提前確認衣櫃同櫃體入面需唔需要預留插座，提前考慮晒後期使用需求。水電屬於隱蔽工程，入場之後就改唔到，所以定位絕對馬虎不得。每一個位點、每一個使用場景對接清楚，